大家好，我係范莎莎，我有幾個美容 tips 想教下大家。第一個就係朝頭早飲檸檬水啦，冇錯，大家唔好見我咁小麥咁嘅膚色，黑黑地，咦，你都應該唔係好美白個，但係其實呢，我每朝早都會飲一杯檸檬水嘅，因為檸檬水除咗可以美白之外呢，亦都係可以幫助我哋身體排出唔需要嘅污糟嘢，咁所以呢，每朝早飲一杯檸檬水，好簡單，可能係攞個暖水或者攞熱水切一片檸檬篤下去，令到個水有少少酸味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去到日頭咧，咁睇大家嘅時間安排點樣啦，我就會建議大家做運動嘅，因為做運動咧，你就會慢慢排出好多你唔需要嘅水分，你嘅汗都會帶出你唔需要嘅雜質離開身體，咁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排毒嘅方法。嗱，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做劇烈嘅20分鐘嘅 cardio， 即係帶氧嘅運動嘅，因為20分鐘我包保你一定會滿頭大汗嘅，因為我自己就係會跑完10分鐘已經開始出晒汗。咁點解跑20分鐘呢？就因為要夠半個鐘頭嘅運動量，所以我就一定點樣都要跑夠20分鐘嘅。咁跑到成頭都出晒汗嗰陣時候呢，你就會覺得哇，其實好爽嘅嗰種感覺，亦都係令到你個身體係少少舒服咗嘅。咁有一個懶人嘅方法嘅，去焗15分鐘嘅桑拿，你就可以出成身汗啦。咁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樣去到排毒啦。